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的大溪风景区，总共有12条的步道，都是9号的步道人上多，所以台中市政府针对9号来做人流的管制。结果游客就为9号转到2号甲4号的步道，安尼一来，这个步道的人是坐甲用要坐咧打一个，而且真侪人拢无挂喙安，一声愈危险咯。跟2号步道现在到处都是人。台中大溪风景区的2号步道人非常多，但讲是人客人。听到有人咧扫，赶紧甲喙甲鼻仔扎起来。过下流也是真侪人无挂喙安，遐尼侪人登上2号步道，原因是台中大溪风景区的9号步道超过4500个人就管制。因为现在边上的话，变成大家都一直来，那变成说山上其实就没有那么安全。市府派人伫咧入口行牌啊，观光旅游局统计9号步道假日的时阵无达到限制，但是沿路有真侪摊贩。游客做伙食物件，真歹保持户外1公尺距离，而且游客知影9号步道有管制，一堆人拢转来到2号。在2号步道的这个停车场，我们来研究看看，是不是也做部分的范围的一个封闭。大溪风景区总共12条步道，9号步道是上侪人去的，才优先做管制，希望将人潮分流到其他的步道。观光旅游局嘛强调，会加派人员前往宣导，而且呼吁民众唔通去前往人多步道，避免群聚感染。